林振昇議員唔該。好啊，多謝主席。咁我自己都會支持呢個項目嘅，因為喺教育事務委員會咧亦都討論過，咁校方咧亦都係都有解釋嘅嚇，咁同埋我哋都相信佢即係就住呢13億咧，即係應該係有能力去償還嘅。咁不過我想了解多少少啦，我就即係未必係擔心你還唔到嗰13億，不過咧將來成個學校嘅運作，如果為咗要即係孭咗啲貸款啦，咁會唔會就係影響咗其他嘅項目嘅發展呢？嚇，咁譬如你話，因為都大咧，今次都唔係第一次係向呢個計劃去做貸款嘅。之前呢都有一啲計劃咧係貸咗款，咁應該仲有4億幾咧都未還嘅。咁加埋呢13億咧，就即係仲要還17億嘅。咁就同埋之前咧就都大咧都話即係有興趣咧係落戶呢個北都大學教育城嘅嚇。咁如果即係將來當然我哋係希望即係作為應科大嘅龍頭，都希望你哋可以支持嗰個北都大學城嘅發展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到時真係嗰個還款比較緊絀嚇，即係會唔會打亂咗你即係未來喺北都大學教育城嗰個發展嘅意向呢？咁即係我想了解下呢樣。咁另外第二樣呢，就我想再確認一下嗰個即係如果係還唔到款，需要申請延長嗰個程序嚇。咁頭先就講過啦，即係可能教育局都會做一啲審批嚇，係是否批准佢去延長嗰個還款啦。咁第二步咧，仲需唔需要係立法會財委會嗰度咧係去批准咧嚇？咁就好似嗰個中文大學醫院咁，嗰40億咧暫時還唔到啦，要延長，咁都係需要立法會財委會去批嘅。咁即係我想確認一下。咁當然我哋梗係希望你可以準時還款啦嚇，因為如果你俾到嚟立法會咧，其實都係即係。要真係多啲時間去討論嚇，即係批你延長又唔係嚇，唔批咧又好似見死不救啊！等陣又話影響啲學生啊，洗濕咗個頭又冇辦法啦。咁當然啦，如果實際真係要立法會財委會去傾咧，我諗立法會都會按住嗰個實況去有一個判斷。不過我只係想確認一下嗰個機制嚇，係唔係即係第一步就係教育局去即係審批，第二咧就係需要立法會財委會嘅批准先至可以咧係延長嗰個還款期啫。多謝主席。好啊，唔該。兩個方面嘅問題，一個就係還款能力會唔會影響到佢將來參與北都嘅發展啦，同埋萬一還唔到嘅時候，係咪都應該上返嚟財委會做延期批准？兩個問題係咪都係司副局長答先，然後常秘會唔會有想補充？係。好啊，主席或者我回應咗即係第二條問題，第一條關於即係都大嘅即係嚟緊長遠嘅一啲未來嘅發展，包括北都嘅參與咧，或者我交俾都大嘅同事。咁第二條問題黎常秘亦都會都想回應一下。好。咁或者我講咗其實咧就住嗰個嘅即係申請要延長還款嗰個程序咧，咁首先就院校係可以同教育局去提出一個申請啦。咁每一宗嘅申請咧，我哋都會係交俾咧係自資專上教育嘅一個嘅小組委員會咧，係按住嗰個嘅實際嘅情況係去考慮啦嚇，會考慮到院校嗰個財政狀況，同埋咧即係院校佢建議重新調撥資源之後點樣去即係有任何嘅新嘅計劃啊等等咧，會作一個整體嘅考慮。咁其實財委會喺2010年嘅2月咧就批准咗咧，就合資格如果係亦都證實咗有財務困難嘅院校喺如期償還咗首5期嘅貸款之後咧，係可以延長個還款期，由唔多於10年咧係延長到不多於即係20年。咁正如我剛才講到咧，亦都係即係提到咧，要保障我哋公共財政嘅資源咧，喺10年之後未償還嘅貸款，院校係需要用以無所損益利率咧係繳付利息咁樣。咁所以我哋其實每一宗嘅即係個案都會係即係審慎去處理，而即係所有申請延長還款期嘅院校咧，即係去到而家其實都係按照住獲批准嘅還款期咧係按時還款嘅。
或者我睇下首先睇下常秘或者講一講。好啊好啊，等下常秘補充嗰個。補充係啊，唔該，阿常秘唔該，係。唔該，主席。多謝阿林振昇議員嗰個提問，我都確認翻就係阿司副局長剛才有關即係呢個貸款計劃，假如有延展安排嘅時候嗰個理解或者係運作安排嚟講嘅話呢，係完全正確嘅。除非嗰間院校嚟講，佢嗰個財政情況係去惡劣到一樣嘢，就係話延展10年係處理唔到佢嘅問題嘅，又或者佢覺得一樣嘢咧，就係話俾嗰個利息係處理唔到佢嘅問題，要有一啲特別安排嘅話咧，只有喺嗰個例外嘅情況先會需要翻嚟財委會嘅啫。否則，如果係按財委會已經係審批咗個框架之下嘅話咧，其實即係教育局係可以按財委會個批准去處理嘅。OK， 好明白。咁啊，翻去係咪都大睇下係咪呂教授想講關於個參與北都嗰方面情況？唔該。OK， 或者我首先解釋一下還款能力方面咧，就冇錯，我哋之前借咗3筆嘅貸款嘅。咁第一筆咧就已經完全還晒㗎啦。第二筆咧就喺2011年嘅時候咧，亦都還咗70%。咁而家嗰個未還嘅就係99500萬。第三筆咧2018年借4億咧就未開始還款嘅。咁所以冇錯咧，正話講咧就我哋仍然咧係欠款嗰度咧係帳目5億度啊。咁如果係借埋呢個開辦課程貸款今次嘅13億咧，咁咧嗰個貸款額咧就會 outstanding 都幾大嘅嚇。咁但係咧就放心，其實我哋都係好審慎理財嘅。咁我哋都做任何嘅決定嘅時候都量力而為。我哋事前都做過好仔細嘅財務分析。咁睇到咧正話副局都有提到咧，就係我哋其實做咗 projection 方面咧，喺借完款之後開始還嘅時候，未來10年咧由28年去到38年咧，我哋都有一條盈餘嘅，平均盈餘都有4.5億嘅。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好有信心咧，就我哋有足夠嘅還款能力。咁至於北都嗰個情況點咧？北都咧其實就我哋係有表示過意向嘅，但係具體嗰度咧，我哋到時會再做個分析，因為呢個決定咧唔單止空間可以俾到幾多我哋，中央可以支持幾多，同埋咧就我哋要搬遷嘅時候咧，如果搬遷部分嘅運作成本同埋日後個運作嘅營運嘅效率係點咧，我哋都全盤考慮。咁所以暫時嗰度咧就未能夠好具體咁答到。唔該。